台市安平渔港跨港大桥预计去年底动工，2026年完工。不过因为工程招标无顺利，5月23已经是第6摆流标，连带影响完工的时程。有当地居民相当的失望，对此议员李克伟强烈要求市府检讨。这个安平跨港大桥算是地方那重要的交通道路重大的一个工程。这个我们看到这么多次的一个流标像之前起为有那个局长去审当然说有检讨过后一些经费有调整不过这毕竟是地方也是可以算是我们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工程我们也是希望政府可以赶快如期如职的来做一个发包完成进行。根据干部局表示，该工程流标以后，已经搁增加2亿，达到18亿9000多万的预算，希望第7摆伫6月8号会当顺利发包。跨港大桥因为这个工程巨大，而且是在海中的工程，所以它的施工的难度也比较高。那大概我们这一次呢，虽然我们有把这个设计做一些检讨和修改，同时呢，这个经费大概也增加了2亿不过大概第一次是这一次呢，大概就有五家来领标不过没有人夺标那我们目前就马上上网，在6月8号的时候会再做第2次的开标。那第2次的开标呢，只要1家就可以开标那第一次有时候也是这个因素，因为第一次要3家才可以投标所以我们也希望在第2次呢，看看能不能还开标出去。安平跨港大桥被看作是拍开安平交通网任督二脉重大建设，对所界塞车甲发展观光拢有指标性效果，期待早一天发包动工。台湾新闻，军职杨顺怀采访报道。